小學生都唔放過，左派改圖好離譜咯！唔好講粗口啊你位先生，你喺邊度嚟講粗口啊？喂，冇講粗口啊你落嚟！咁激動係為大家好嘅咋，講粗口隨時俾人批鬥。講電腦啊，用電啊！俾重案組查，特首仲要局長交包交。老師嘅慘況大家有目共睹㗎啦。唔緊要，我哋唔係公安，我唔兜嘈打邊啊老母個，我唔兜嘈打邊啊老母個，唔緊要。又唔知點解佢冇事咧？哦，支持我哋最推薦嘅林老師。講翻批鬥事件啦，仲有團體喺旺角擺街站，呼籲大家喺白宮網頁聯署撐林老師。到尋晚已經有13000人簽咗㗎啦。即係我希望香港人可以行出嚟支持我，簽一個聯署咁樣，即係撐我，其實真係等於撐自己，唔想有再下一個普通嘅香港市民，即係再受到呢啲政治迫害。最令林老師無奈嘅係，教咗20年書，第一次開唔到學，因為件事令佢失眠，要請1個月假，但冇放棄教育啊，我會喺網上解答問題同講故仔。如果第日翻學，願意再同學生道歉，亦都會中立咁教翻今次嘅事。遇到反對嘅家長，會解釋同道歉，希望得到諒解啊。咁盡責，難怪唔少舊生同家長都撐林老師啦。家長仲話希望2個仔繼續俾佢教，覺得佢係做正義嘅事，講粗口肯道歉好正面，好過特首同好多高官永遠唔認錯。咁多鐵馬喺學校門口，增添唔少緊張氣氛嘅。對於反林嘅人取消批鬥集會，電交請願信，逼校方要林老師停職。林老師就放下心頭大石啦。大人嘅事，大人了斷，就無謂累到啲小學生，因為學生真係最無辜嘅。之但係有反林嘅人偷學校啲相嚟改圖，連小朋友都唔放過，真係好離譜咯。